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0月25公司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陈淑君。新闻开始，咱来关心昨下晡1点11分发生规模6.5的地震，1分钟后又搁再度发生规模5.4的地震，北部佮东部拢摇甲真厉害哦。这两届的地震正用拢伫宜兰的南澳附近，规模6.5的地震嘛是今年上大的地震。气象局表示哦，第3天内底有可能会有规模超过4的地震尾。地震发生迄时，台北市象山观景平台摄影机一直海，宜兰县南澳乡下晡1点11分发生规模6.5的地震，同样在宜兰县政府南方22.7公里，地震深度66.8公里。气象局分析，这是邦地交接的所在引爆带地震活动，这是当地40年来规模上大的引爆带地震，也是今年以来规模上大的地震。以末对地震的特性就是它的释放能量很快，3天内应该还可能不排除有规模4.0以上的余震发生。其实我们倒是不太担心这个以末带的地震，我们其实比较担心的是在这个地表这个地震。地表这个破碎带的地震，我们称为南宜兰构造。这个南宜兰构造其实是现在地震潜势非常高的一个地区。地震测报中心讲，今年地震活动确实较活跃，已经发生4场规模超过6个地震，包含2个是伫宜兰外海发生规模6.2的地震，4个是伫花莲寿丰乡又发生过规模6.2的地震，8月初5透早宜兰外海也发生过规模6、深度只有7公里的地震。学者分析，礼拜下晡1点11分，宜兰南澳乡发生了这个今年规模上大地震了后，12分在宜兰县大同乡是阁发生一个规模5.4的地震，比较亲像是较大地震小触动的长残的错动所造成的。这2个地震时间这么近，一个比较大地震在前面，那可能是在这个前部地震呢是受到深部地震的力量的影响，所以一般我们认为它可能时间那么近，可能是受到它的牵动。地质学家认为，规模较大地震了后，无排除有动，也佫有触动地区的地震的活动，提醒民众这几天要特别注意。记者综合报道。昨下晡发生规模6.5的地震，花莲德鲁区的对路古道附近崩山，一个游客卡去互石头攻击，救援人员甲这游客挨落山，加在是无性命的危险。5位救援人员最近跟一个担架要落山，因为路无好行，大家正细腻。24下昼发生规模6.5的地震，泰鲁阁坠落古道也发生石头落来情形。有一位女游客倒边的骹盘和落来石头撼到，疼甲无法度行。选好的那一上哈，屁股到这里来，小心哦，等一下哦，好，慢慢移哈。54岁女游客看起来正疼，倒骹盘骨头断去，有切割伤，倒边的骹头骨也切伤流血。消防局上山去救人，因为代志发生的地点离救护车会当到的所在，也该行1.5点钟。救援人员轮流改工，速度无紧，行到天拢暗嘛，开头顶照路。好，来准备了，好，来3，来。24下昼，花莲北区上大震度4级。消防局讲，石头落来原因无法度确定是毋是甲地震有关系。好佳在伫暗时7点，甲人顺利救到山骹，送病院治疗，无性命危险。记者综合报道。昨宜兰小连续发生规模6.5到5.4的地震，全台湾拢害甲真厉害哦。昨半暝，屏东和台东嘛有地震。伫今仔透早2点17分屏东发生规模4.2的地震，地震的深度只有25.1公里，上大的震度是伫高雄有3级哦。另外透早3点42分，台东是又搁发生规模3.9的地震，地震的深度嘛只有20.6公里，上大的震度是台东县3级。有真侪南部民众拢互害惨嘛拢感觉真惊吓。再来关心天气今仔透早因为东北季风的影响，各地天气拢下凉冷咱来看云图。今仔东北季风会豆豆减弱，也毋过北部和东北部会搁继续落雨。加上北海岸、东北部地区搁有大台北山区部分所在嘛有可能会落大雨。全台湾各地天气早暗拢下凉冷今仔上低温是伫桃园、搁新北市只有18.6度，日时的温度会淡薄仔回升。桃园以北甲宜兰大约是23、24度，其他的所在会到30度左右。
另外，伫菲律宾东方海边的热带性低气压，今仔早起会发展成做今年的第20号风台玛瑙，未来往日本的方向移动，对咱台湾并无什么影响。超观众朋友来看今仔的报纸新闻，咱先来看《中国时报》，咱国退出联合国25台湾50周年。外交部甲美国在台协会 AIT 昨表示，台美双方伫2日已经有进行实行会议。美方强调讲支持咱台湾有意义来参与世界卫生组织、甲联合国气候变化公约。这嘛是咱国退出联合国50年。美国政府头一届针对要安怎来扩大台湾伫联合国的参与甲咱国来开会讨论。咱再来看联合报，台北市最近6档的统计是发现讲，学生交通违规有超过1万个人，未满18岁赛车骑乌托邦有1272件，占上济哦。有一个学生囡仔伫2档内底，互抓到无照驾驶110届哦。有议员就质疑讲，相关的单位拢无会宣导教育。台北市教育局是表示这是甲处理有关系，也毋过嘛强调讲会来针对高中级的学生来加强辅导。咱再来看《自由时报》，台南的北区有一个姓张的查甫人，指控厝边伫徛街的露台食薰哦，伊伫厝内拢闻会到薰味，是真痛苦，所以提出告诉要求赔偿。台南地方法院后来是判这厝边爱赔偿5万块，未来嘛袂当伫厝里食薰。再来看内政部公布一个新的统计哦，若是排毒受到癌症的影响哦，咱国内民众平均的血寿是会当加食4档。有医师是提醒讲，因为医疗技术的进步，这几档哦，癌症治疗了后的存活率是有增加，也毋过亲像胰癌等癌症是有少年化的趋势。去年咱国民众平均的血寿是81.3岁。内政部以卫生福利部统计咱台湾人前10大死因死亡人数来算出咱国特定死亡原因例外平均的血寿，发现排除死因排头名的癌症，平均的血寿会当增加4.02岁；若是排除心脏的疾病，平均的血寿会当增加1.61岁。医师分析，平均来讲，治疗癌症了后，血寿差不多是减10年，显示目前台湾医疗的技术有进步，存活率嘛有提高。人的寿命在逐渐延长以后呢，细胞得到病变的机会当然会逐渐的在升高。那细胞病变所造成的问题就是癌症啊，得到的比例呢，我想在未来应该还是会再逐渐的升高。医生嘛提醒，因为台湾人平均的血寿愈来愈长，年岁愈大，细胞病变的风险就愈大。未来癌症防治，还佫有发生率是值得咱关心的问题。另外，因为民众食食的关系，部分癌症嘛有少年化的趋势。上界明显的是女性的乳癌。像在西方国家来讲啊，在大概20年前或10年前呢，20到30岁的女性乳癌大概是台湾女性的2倍到3倍左右。在过去的10年里面20到30岁的女性得到女性乳癌的机会呢，跟西方国家一样。这唯一会造成这个癌症罹患的比例上升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大概还是跟饮食有关。医师提醒，要预防癌症少年化，要特别注意食食，包括过去咱已经知影会致癌高风险的3个族群，还有食食致输血油管嘛有真大的关系。除了食食爱平衡，规律运动，水嘛要加啉寡，甲毒素排出去。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咱来看目前全世界武汉肺炎病毒的确诊病例嘛已经超过2亿4千万例，死亡的人数超过495万人。来看上新的统计，咱台湾总是增加4例，目前是16368例，中国有96000多例，日本有171万例哦。目前全世界病例数上侪前3名是美国、印度佮巴西。美国已经超过4600万例，印度超过3400万例，巴西超过2100万例。伫欧洲迄边英国超过877万例，法国嘛超过722万例咯。因为疫情生理是愈来愈歹做，也毋过生理人的头壳是动了真紧哦。咱来看英国伦敦有8档历史的一间德鲁理想皇家剧院甲点心业者合作推出5星级的古早下晡茶，互观众来看戏进前，也是看戏煞，会当来啉茶食点心。
宫廷正悬的天棚，佮搭配正水的餐盘餐具，也佮有好食的鸡卵糕。雄雄看就是讲是高沙味的下昼茶餐厅，其实是英国伦敦一间剧院。I wanted to create an afternoon tea that was really modern and really fun, decadent, but full of things which are really delicious and things that people actually want to eat in 2021. So kind of scrapping the rule book a little bit on the tradition-bound afternoon tea. 虽然政府已经放定防疫的限制，后面将会当入去餐厅内面食饭，但过有真侪人也是惊入去室内空间。为着要吸引人客，有100年历史会德鲁理想皇家剧院就甲烘焙业者合作，建造5星级的享受。像这就是英国列强时代奢华风格的下昼茶空间，让观众入去剧院看演出进程，或者是看煞了。会当伫遮坐来啉一粒茶休困。Because they're not just thinking about the shows, they're thinking about audiences coming to see the theatre itself, to have afternoon tea, to have a drink on the terrace. 同款用创意吸引消费者，也有这间超市特意购，因是英国大型的连锁超市，为了要降低消费者甲人接触的风险，杀出第一间无人超市。民众入去了，会让家己提要买物件，一直到结束离开，拢免甲别人接触。这间店运作的模式就跟那亚马逊的无人店，拢是靠装伫咧天棚的摄影机、加货架顶头的重量感应器，入去进行清扫卡片。家己要买物件摕起来了，系统就帮你算钱。等你所有物件拢买好，行出店门的时阵，就已经帮你介绍结好啊。业者也讲，无员工因此失业，人客雇主也完全保密，以后会继续提供这种服务，吸引伫咧疫情之下。惊讲甲其他人接触的消费者。公司新闻陈思彤编辑。今日看罗西亚伫塔吉克瓦近阿富汗的边界举行军事演习，出动几啊千阿兵哥，嘛提出上进步的武器。罗西亚虽然相信讲塔利班讲因未威胁其他国家的承诺，也毋过面对恐怖组织会有啥物行动，伊嘛是真袂放心。俄罗斯士兵组成演习，设想的敌人是恐怖分子。虽然只是演习，不过伫塔吉克甲阿富汗边界遭到军队驻守，最后莫斯科当局正警戒，伫塔吉克第2空域军事基地，俄罗斯军队带头做6港的反恐操演。Прибыл переносной зенитно-ракетный комплекс «Верба». Оснащается военная база также противотанковыми ракетными комплексами «Корнет». Буквально к концу года военная база будет оснащена и перейдет на новое вооружение. 俄罗斯官员讲，因愿意相信塔利班袂威胁边啊国家的保证。不过，阿富汗北部的恐怖组织伊斯兰国、盖达，也有其他武装分子有可能会破坏前苏联中亚国家的稳定。另外，也会防阿富汗的毒品走私。На жизнедеятельность базы особо не сказалось, но мы готовы отразить любые угрозы. 第2空域军事基地伫咧塔吉克的杜桑贝，是前苏联上大的军事警校之一。以俄罗斯所带头的军事联盟集体安全条约组织 CSTO， 除了出动伫咧遮原有的1500名士兵，也搁结合白俄罗斯、亚美尼亚、哈萨克加吉尔吉斯5000名军力，700多台装甲车进行演习。CSTO 讲，为稳准入侵塔吉克的领土，也袂互塔吉克家己面对危险。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辑。来看美国纽约红叶区一个3100英里的马拉松是全球路程上长的比赛。今年的冠军是一个意大利的选手马凯托。另外，红叫做亚洲上后走的查甫人，台湾的罗维民，伊嘛有参加这场比赛哦，伊嘛非常的厉害，摕到第2名。青木仪自我超越3100英里路跑，是全世界赛程上长也上无聊的马拉松。台湾环岛的海华线全长才1200公里，算起来就要走台湾全岛4.15年。不过沿路的风景是拢袂改变，因为是随着纽约红叶区托马斯爱迪生技职教育中学四周边所围起来883公尺的阿蒙土地，走5649年。这是自我超越第25届比赛，9月初5开始迄天，参赛者透早6点就出门，走到半暝12点，规工18点钟，拢一直随这个规区走。这项比赛限制有偌困难呢？像击败世界上冠方圣母峰，
全世界已经有4000多人爬过，验过完成过超越自我3100英里的人，到即马才49人。As the days and weeks go by, your body actually does adapt, and you do get stronger, and so. 也毋是讲些人想要走就会当走，只有走过6天超级马拉松比赛的人，才有机会去到参加。今年只敢若7位，其中一个是被叫做亚洲上会晓走的查甫人，58岁台湾跑者罗伟明，伊也是史上第一位参加的华人。2021年的冠军，伫咧比赛进行到要加43天，也就是10个17个半暝出来啊。意大利的选手安德烈马凯托以42天17点钟38分38秒，平均一天116公里的速度，走煞3100英里，是史上上紧8项榜的第3名。This was kind of a big piece of my life, let's say, and it will take like a couple of weeks to return to normality. 马凯托今年全程走歹16项运动会，除了冠军奖杯加头壳顶的桂冠以外，无奖金，而且比赛前也管纳$2000的报名费。不过这看起来敢若是希腊学习佛斯同款可行的挑战，对心灵敢无啥物收获？用一句创办人陈木仪所讲的话：“生命的圆满伫咧梦想，甲显现上无可能的梦。”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辑。其他国际上，阁有甚物大代志？咱做伙踮台湾来看世界。美国11月中开始要提供予5岁到11岁囡仔注疫苗。预估到年底之前，有真侪囡仔应该得当注好2档的疫苗咯。再来看中国南京的航空航天大厦，有一间实验室曾发生爆炸，现场拢是烟哦，至少造成2个人死亡，9个人受伤，大部分嘛可能拢是研究生。再来看日本参议院伫礼拜举行2个议员席次的补选哦，是首相华田文雄内阁任内头一场中央级的选举，结果执政党哦只摕到1席。再来看单批位的罢免案通过，说来就是爱面对年底的全国的公投。之前国民党捌话讲，这场公投是对行政院长苏贞昌的无信任投票。苏贞昌嘛回应表示讲，公投是针对议题在投票哦，那唔通做政治的操作。台中市第2选区立委单笔会罢免案通过，大家拢关心是不是对12月18公投造成影响。尤其进前国民党讲年底公投是对行政院长苏贞昌的无信任投票，苏贞昌二是回应年底公投是对数的投票，有海草大形式内底，抑个公投北大选4项议题投票，应该就事论事，唔通政治操作。公投是对事的投票，也希望公投就事论事。不要政治操作。有政治学者认为，这摆罢免虽然只是一个选区，也毋是民进党、国民党的党籍立委，对两大党无伤过大的直接冲击。不过，对连续几下的选举失利的国民党，尤其在上阵的国民党主席朱立伦，有一寡振奋的效果。对民进党来讲，看到5成投票率，也对刷落去的公投爱警觉。对朱立伦来讲，就是说出事提升算是成功了，所以他是有对国民党是有帮助的啦。这次热起来以后。那民进党内部公投的部分，他们可能会小心应战啦。国会也开始讨论是不是修改罢免的看站。我不支持改回以前双21的鸟笼制度，一般选举投票率70%左右。我希望提案将罢免门槛改为35%，这样比较务实。民进党立委党团总调郭建民表示，明昨今仔日就要冰岛，伊认为朝野应该加讨论协调这个议题，共同面对。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疫情哦，咱国内昨无本土病例，是新增加4例境外病例，嘛无人死亡的案例哦。新增加的4例境外病例哦，有一个是对美国转来到台湾20多岁女性，伊伫8月初哦，捌注过2档的 BNT 疫苗，嘛是个胃着病。对拜一早起10点开始哦，就会开放第12轮第2阶段的预约，按算有252万人会当来预约哦，2月开始注射。
另外，第13轮是规划要开放第1档注 AZ 的人，第2档、第档来注 mRNA 的疫苗。指挥中心提醒民众哦，第12轮有预约，若无去注射第13轮，就无法度去预约，爱等到第14轮才会讲去预约。目前预估差不多有55万人有符合第13轮，注无同款排注疫苗的资格。再来看今年疫情期间台北市政府准备5000出的影片，让学生会当伫库克云的线顶学习。也毋过有字幕的影片，敢若占1成2尔。对于听障者的直教生来讲无字幕是真困扰。台北市政府是强调讲，未来影片拢会尽量有字幕，嘛会设一个线顶的无障碍专区来方便直教生的学习。看影片学数学，除了有公式的解说，若是有字幕的说明，就更较好理解。这是台北市府推出的库克云内底的影片。今年疫情期间，为着停课无停学，台北市府甲要5000的影片传去库克云，互停课的学生伫咧厝内上网学习。不过，双方发现讲，影片有字幕的，敢若有1成2尔。希望教育局能对于视障特教生的视障跟听障，能研发一种特殊的教材。让他们在库克云的学习平台上，也得到应有的学习效果。那听障的部分，就是也只有请你上字幕。其实以现在上字幕的技术也不会太难，在影片制作的时候，我觉得这不是难克服的事情啊。那怎么做不到呢？公民团体认为讲，一般人伫看电影，都可能爱哪看哪听哪看字幕，才会当理解剧情。何况是听障等等的特教生，因是更较需要字幕来斗相共。针对这点，台北市府强调讲，未来影片会要求爱有字幕来补强学习的功能。会针对今年还没有出来的700多部影片呢，全部都加上字幕。特殊障碍的学生可能有他阅读上的困难，我们会针对这个部分呢，另外建一个无障碍网站的专区，然后由库克云这边连出去。教育局嘛强调讲，除了改善字幕的部分，嘛当伫咧研究设置库克云内底无障碍学习的专区，希望伫明年3月份之前提供内容，方便予特教生来学习，而且提供必要的辅具来改善学习的状况。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中华田中一个巷仔口因为常常有民众黑白伫遮等垃圾，环保局是透过监视器发现，讲有一对老翁仔某，因伫沟里内底就等6届的垃圾。虽然这对老翁仔某讲因拢的作息无法度配合垃圾车的时间，嘛是对人甲垃圾等伫遮的，也毋过伊嘛是爱罚钱。老先生骑车载太太到巷仔口电火条边啊，直接将车顶一大堆黑色粪扫袋撇乱。隔天佫出现换太太将挂伫车后的一大堆粪扫撇伫遮，同款的情形连续几啊天。当地民众直接向环保局检举，环保局到现场装监视器收证了后，直接罚钱。从8月20号到8月28号9天录到一位民众他连续丢弃了6次那环保局依照违反废弃物清理法按次来处罚1200元，合计6次7200元。中华县环保局表示，监视器翕的地点就伫电中镇东安路巷仔内，25天就翕到13件黑白瓶粪扫，其中这对翁仔某9天就来6天，毋过因感觉真冤枉。强调毋知这所在免撇粪扫，是因为无法度配合收运的时间，才会对别人撇粪扫。因为我早时拢5点外就去查尔啦，你算咱遐的定点落扫车拢是7点到7点半，是安尼啦。迄是车头遐，但是这时间我就无法度，我拢真早就逐天我都5点外就爱去查。中华县环保局强调，这个所在毋是粪扫车固定收运的地点，而且中华县早就实施粪扫无落地政策。若无法度定点等粪扫车沿到清洁队设立定点收运站，或者是直接提到清洁队收运，千万毋通为方便黑白瓶粪扫才袂受罚。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台南一间红茶店要找员工说强调讲希望是水查某囡仔，有民众就检举讲这违反性平法，这间红茶店麻烦罚10万块，业者不好提起行政诉讼，讲是工读生失误，也毋过法官并无采信。
南部天气热，予做饮料的生意特别好，需要人手斗3工。但台南市有一间做饮料的，伫面册打广告要找人的时阵，煞引起争议，因为店家写各位漂亮女生顶名词，民众认为是限制女性应征，所以就检举店家。我觉得这有点歧视了，就感觉他好像只是想请女生，不要请男生。限女性，互民众感觉无妥当，店家嘛互劳工局以违反性平法开罚10万，但头家感觉罚10万伤重，提出行政官司，讲是拍唔着义。漂亮女生本来是要拍绅士的绅，无小心拍成森林的森，但法官无接受安尼的解说。劝导单或者是说几千块也是很重的，老实讲，不可能一次就花钱。在字眼上的显示，等于是有性别歧视的部分，因为显示出来，大部分有些人都会利用楷音啊或字体啊，这样呈现就会让人家一看到，你是要征求女性，或是你要征求男性。劳工局表示，本来依法上加要罚30万，但考虑到业者是小店家，无了解法律，所以才会降到上加罚款1/3，并无过当。法官虽然无同意店家的辩解，但是嘛认为10万对小店家来讲，确实是袂少的负担，建议立法院针对小店家违法修法调整罚款。记者陈焕武、柯正俊台南报道。之前因为疫情国内花的产业影响是真大。最近就协会推出伫厝学插花课程，老师是用网络来上课，协会补助老师和学生的材料费佫真受到欢迎。花艺师当咧分装花材，准备要甲花送去学生厝里，互因伫厝嘛会当上花艺课。因为今年疫情，真侪活动拢取消，花卉产业受到真大影响。而且因为在艺班社区活动嘛暂停，袂少甲插花老师常常无工课。为着顾规个花卉产业，中华文心兰产销发展协会发起防疫伫厝学插花计划。我们所有的商业活动都停了，那对花卉的整个采销链来讲影响蛮大的，所以我们就推了这一个防疫在家学插花的活动，让我们的花艺老师可以持续有他的教学。当我们花艺老师去花市领花的时候，他也可以同时带动去购买其他的一个花卉的部分。撑住。旋转的地方都会有。画面顶悬这位花艺老师，就配合这边的活动，当咧甲学生上网络插花课。唔来当加减有收入，学生嘛感觉讲，这款上课的方式会当看甲真详细，学不到的所在嘛会当点看影片。透过这样子的一个视讯教学，我们学生跟互动，然后我会把花材，比如说用 Foodpanda 的配送方式啦，或者是比较近的同学可以到我家来拿花材，我就会在家录制影片，然后让大家看着影片来插一盆花。那其实透过视讯啊，我们就是可以不停的看回放，然后也可以针对就是老师比较特殊的插法跟技法的那个段落，我们可以放大。新冠疫情强迫经济产业改变原本的经营方式。中华文心兰产销发展协会就5万讲，利用网络花艺教学，增加民众用花装塔厝内兴趣，唔但增加花卉的销量，嘛互花艺师有通趁食。记者综合报道。3年一届的屏东东港的迎王，今年伫10月20日举办哦。因为疫情规模缩小，只限制东港的店头会当参加哦。最近当地嘛成立一个迎王的文物馆哦，内面有祭典使用过的文物甲成绩，要互民众来了解迎王的历史。3年一考的东港迎王，会使讲是东港在地的重要大代志。便若举办，当地就约上万人。东港迎王祭典差不多自清代开始举办，久长的历史和过程，引起真侪少年人和游客好奇。做旧版40多年的高人红，收集过去祭典使用的文物，打造迎王文物馆。因为咱东港有很多人都在问东港迎王的那个历史过程。我即摆就是早期老一辈的教班，迎王用过的物件，把它留起来，就是2年前买了这间房子，就把这文物展示出来。这座100年新桥就价值挖买200万，另外还有高真宏开20多年的时间，写超过100万字，记录迎王历史。规间的文物都是过去迎王祭典实际使用过。高真宏希望这间文物馆会当呈现真实的历史和过程。重点就是要给一些要了解的人解说给他们听。你看这楼上到楼下。全部看到的全部都是用过的，这文物
都有历史性，甚至于到日本时代都有。若要参观这间亚王文物馆，就要先预约。高金宏会亲身解说，带游客看亚王的历史和古早文物，希望让大家会当详细认捌王爷的故事，也对东港的亚王祭典有深度的了解。记者综合报道。印加果是将有营养价值的果子，云林岛南的旧社区最近有假的空间通利用，民众就用来种印加果，佮甲在地其他的产业来合作，望讲会当来促进地方的发展。看这寡云林人唔惊日头晒，骹手正美丽，历史加摒扫也整理盆栽。云林岛南旧社社区最近搬到新的空间，因当咧规划讲要来种一寡物件，结合在地原来的产业，让社区愈来愈有发展。头起先就先对印加果开始。印加果变成是我们社区发展协会的一个产业链然后结合我们在地的花生糖他们已经是一家3代了。印加果又个合作印加土豆、南美油田，主要分布伫秘鲁、巴西等热带气候的地区。即马引来台湾，伫真侪地区拢通成长，而且好种阁好顾。旧社社区就按算以印加果为主来种植，伫日常当中发挥印加果的特色，也按算开发相关的产业。我们隔壁的那个庭院也要来做一个凉亭造景。我们做凉亭，它有一个构想，就是用印加果，因为它是攀藤的植物，所以它可以攀在凉亭上面，可以让长辈来乘凉。种印加果的成果若好，社区未来也要继续规划无同款的作物来种植，望讲互地方的产业愈来愈丰富。记者综合报道。眼影管是一种真宝贵食物哦，也毋过行眼影管的过程哦，其实真麻烦嘛，真搞工哦。咱就带乡亲朋友做伙来看卖。当年的寒天若到，用人参干煮红枣茶，也是小小的甜汤，拢是上温暖的享受。尤其传统用茶烘出来的人参干是特别香，不过这过程是不只要大工。过程的话，大概要6到7天，用文火慢慢去熏的话，第一味道会进去，第二把那个果肉里面的水分慢慢的蒸散掉，那它的果肉会慢慢的紧实。要 Q 弹。将叶仔甲蒂头随叶仔随个加掉，再搁加倒入去药内底，烘做人参干。过程若爱接来加冰冰悄悄的，用火嘛爱真足，安尼烘出来人参干才会又搁香又搁 Q 又搁甜。那刚开始在起火燃烧的话，我们用小的去把它引燃。那引燃之后，我们会慢慢的靠中木材去把火势加大，火势稳定了之后，我们会用大木材去慢慢的做慢火微熏。虽然用假术嘛会当烘，不过真侪农民也是坚持照传统古法，用茶来烘人参干，就是希望将气味上赞、口感一等一的人参干送入去大家嘴里。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台北台湾文学基地哦，今年3月份嘛开始做 podcast 的，请一寡作家来甲大家伫空中来开讲。边仔是日本时代宿舍的历史建筑，坐伫内顶的这位是专门写台湾历史小说的作家杨湘子，伊嘛是台湾文学基地自去年底推动自传计划的头一位自传作家。我会说这就是我的田野，我进来这里看，那到底有什么差异？所以也从这里看到台湾自己的历史，有过什么东西进来，然后什么东西出去了。进前是这栋私写的台文基地，有恬静的空间，提供作家文学创作的场所，互因甲感受转换做文字。今年基地对着时行，开设 podcast， 请自传作家伫线顶分享家己的册甲生活。有人问你说，如果妹妹复活了，你要做一件事情是什么？我觉得哇，我在当初在读书的时候看到这一段，我情绪很复杂，因为它一定会带来这种人对于复活或死亡的这个伤感。可能主持人会想要请我聊他，因为这是我的第一本散文集，那它叫做《我家住在张日新隔壁》。阮兜住
伫丢立兴隔壁，是伊伫湘西小妹过身了后，甲细汉共同生活的记忆顶顶写出来散文，用文学转做生命的延续。读过的人可能搁听到作者出来讲，会真有感觉。让专业读者们知道有什么东西你还不知道，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的做法，就是更深入的。同款参加过 Podcast 节目的台语诗人陈因，嘛认为 Podcast 对推广文学可能会有帮助。卖少年呢，就是算会对时行嘛，即摆你也无接触。继续安尼甲对落去吼，我就是讲，咱台语文一部分，定伫遐少年朋友一个展出，可能较歹推送，所以就利用流行的物件，迄嘛是相关的。有讨论了一个新的企划，是我们会针对每一个作家，然后专门提供给他们一个不一样的企划。这几个少年人就是台文基地台的主要发想者。因讲因为疫情，实体活动减少，才受讲用线顶的节目安排自创作家来开讲。自今年3月运作到大，已经10挂集，一集30分钟。主持人邀请作家谈论一本册，那亲像空中的见面会。我们非常强调的跨界的结合。因为我们过去文学都是在纸本上的阅读，但是 Podcast 它是聆听，然后这个听觉它其实是会帮助你在阅读之外带来另外一种感官的体验。艺岛的文理推广就加了几分啊活泼，虽然杨湘子嘛认为 Podcast 即马选择较侪，基地相关的题材可能较好开发新听众，但是至少会当甲本地就有关注的人念搁较调。不管什么媒介，拢有伊的好歹，文学定定是融入生活，当然嘛袂当甲即场用耳孔听的声音风调相相信。记者陈阿文、李学凯台北采访报道。德阿省有800种哦，中华的台语文创意园区最近就推出一套以中华特色做主题的德阿省，一边佚佗，可以使一边来认捌中华的特色，那么做伙来了解。公孙仔做伙合作拼成绩，透过游戏熟悉八卦山的南路英。也有那算那真捌妈祖的廖景队伍。中华台语文创意园区举办的倒仔算活动，关卡拢是以中华特色做主题，有各乡镇的好食物、知名景点、新型车库等等，民众哪讲台语哪佚佗。老师伊头有介绍，为第一个开始报马啊、高机、连机、三sem机，然后开锣鼓，拢总有16队。充满在地味的倒仔算，其实是课程老师参民众同齐设计，帮大家不只是被动学习，更加爱主动参与。无一个人会当做拢总，逐人拢有伊的智慧，逐人拢有伊的本事、伊的专业，啊，伊了解特别多，所以请大家拢尽量来看，尽量来用，啊，尽量来投入。关怀文教基金会董事长周清玉表示，台语文创意园区是全台唯一一个以台语做基地主题的园区，不定时举办各种的课程，相关信息拢会公布伫面册，欢迎大家尽量来使用，创造台语新活力。记者杨淑晴中华报道。嘉义新港一间做香的工厂哦，最近推出一款圆的1元1元的香卡，因为真古水、真声人目，嘛真受到欢迎哦。带来做伙来看卖。游客伫咧这么正事件的泡泡沙内面翕相，不过详细化才发现是龟塑的香卡。做香的业者讲，这是以前传统拍香卡的一道工序。这回配合旅店翕相，挑工提彩牌，无想到讲这么受欢迎。因为艺术结合流行，这就是现在人所喜欢的，而且拍照起来真的是很浪漫，然后又好看。那个形状看起来就是蛮吸引人的，红色的，蛮喜气，蛮讨好的。每一束香卡有3斤重，不过只是低价做的原料，无法度摕来做香。师傅讲，这嘛拢是放伫咧架仔顶拍，这回一束一束起来拍，才会伫咧网络顶引起注意。那因为88早期他们腹地因为不大。不是像目前我们这个限制，早期的腹地因为不大，那用这种绑起来的方式，可以节省曝晒的一个空间，然后可以达到最大的效益。
业者讲，因的这项工程变做民众翕相的景点，虽然感觉意外，但佫想讲前一阵民众因为疫情屈足了真久，希望大家来看瀑布材料，心情会当较放松，也顺续了解在地传统的这项文化。记者综合报道。泰国前一阵因为疫情封锁，餐厅拢陆续关门咯。最近又个淹大水哦，真惨。咱来看有一间开伫河边的餐厅哦，因选用淹水来宣传，讲人客是会当一边泡脚一边食饭，无想到讲佮城内真侪人客哦。水涌一来，食饭食到一半的人客欢喜甲徛起来，用手机一直翕，伊也被冲下倒去，因是发甲更加欢喜。详细看，即款食饭的人拢穿短裤，脚拢浸伫咧河水内面，脚床坐伫咧淡薄薄的椅仔顶。若是未感觉无舒适，颠倒是真欢喜。ตื่นเต้นครับสนุกดี กินไปด้วยแล้วก็เล่นน้ำไปด้วยครับไม่อะครับมันก็ท้าทายดีพี่ กินไปไม่รู้จะลอยไปไหนเปล่า 浸水食饭是一间餐厅的新的服务，业者主题马农伫咧我万国的暖武里经营和平咖啡馆。不过拄则开无偌久就拄到疫情，有一阵拢无法度营业。要总算解封，9月底泰国又搁因为落大雨做大水，再加上晚退楼，伊餐厅这个平台逐工拢会淹水，本来真头疼。了是想着讲规气用淹水杀这种回国场景的体验。วิกฤตดันกลายเป็นโอกาสที่ลูกค้าชื่นชอบบรรยากาศความอร่อยของหมูกระทะบรรยากาศเสน่ห์ของอาหารไทยรวมไปจนถึงวิวพระอาทิตย์ตกดินริมฝั่งแม่น้ำเจ้าพระยาที่มันไม่เหมือนใครแต่พอมีน้ำท่วมเข้ามามันกลายเป็นเพิ่มสิ่งแปลกใหม่ไปอีกลูกค้าก็ใช้คำว่ามาทำคอนเทนต์เนาะเราเองก็ถือว่าโชคดีที่ลูกค้าเมตตาแล้วก็มองว่าน้ำท่วมไม่ได้เป็นอุปสรรคในการที่จะมาพักผ่อนของพวกเขา这种回国场景意外真受欢迎，脚浸伫咧水内面，食烘麦冲伫咧画面，通去网络了，大家拢伫咧讨论。怎么若要来食，就要先订位才有机会。餐厅逐工提供2个时段，互人客伫咧水位上悬时阵食饭。不过泰国政府讲，水位涨起来时阵也是有风险，我河边的民众要特别注意。公司新闻齐欢联报道。咱来看柬埔寨的首都金边哦，因为人口真侪，塞车是塞甲真严重。当地国立理工学院的学生啊，有一个团队就研发出会当载人的无人机，望讲会当来解决塞车的问题。研发团队的学生坐伫咧大型的无人机顶头，正顺利向前飞。这是伫咧柬埔寨金边的 NPIC 柬埔寨国立理工学院研发运输用无人机的学生，正伫咧学校的草坡啊设备机器。នៅទីក្រុងភ្នំពេញយើងមានការស្ទះចរាចរណ៍ដែរបាទអញ្ចឹងយើងផលិតជាយើងចង់ research មាន research ឥឡូវនោះយើងអត់ទាន់ផលិតទេយើងចង់ដោះស្រាយកន្លែងហ្នឹងដោយយើងប្រើជាប្រភេទជា drone taxi អញ្ចឹងទៅបាទ除了想要开发无人机停车，解决当地塞车的问题，学生也想要利用无人机解决伫咧较悬的所在会发生的问题。ហើយមួយទៀតឧបមាថាបញ្ហាអគ្គិភ័យឆេះអគ្គិខ្ពស់ៗអញ្ចឹងទៅអញ្ចឹងយើងឡានទឹកយើងអាចចង់ថាយើងអាចទៅបាញ់ខ្ពស់បានទេយើងត្រូវការនេះយោងឡើងយោងជាតយោឡើងក៏បានដែរបាទ这种无人机已研发了3档，开了2万美金的经费，差不多是52万台票。这么正进入开发甲测试阶段，暂时号名做 NPIC 载人无人机。规台机器有80个，座位是学校的椅仔斗的，装4个锂电池，会当载60公斤的架数。电池的电若充饱，会当伫咧离地面4公尺悬的所在飞10分钟。โอกาสในបើសិនជាយើងធ្វើវាមួយគ្រឿងវាអាចតម្លៃរបស់វាថ្លៃប៉ុន្តែបើសិនជាយើងធ្វើវាសម្រាប់ជាលក់ក្នុងទីផ្សារយើងឃើញថាតម្លៃវានឹងអាចធ្លាក់ចុះព្រោះអីពេលដែលយើង research មានតែយើងត្រូវការថវិកាសម្រាប់ research អញ្ចឹងបើយើង invest មួយគ្រឿងវាត្រូវអស់តម្លៃថ្លៃហើយ原本这台无人机伫1年外前就当开始测试，不过受疫情影响延前。学生讲，至少一关2档，才法度完全改善并且进行全面的测试。学校目前也为这项研究项目向各界争取更加侪资金补助，若是研发完成，就当应用伫咧日常的生活。公司新闻陈思东报道。
来看西班牙的新创公司最近推出一款电动的雏鹰帮，佮有荷兰科技大学学生团队开发出太阳能的露营车日头有够的，一档是会当驶730公里。这查某人徛伫苍鹰帮顶悬，伫无影的情形之下，也可能继续向前。这是西班牙毕尔包一间研发电动产品的新创公司 Onia 最近开发的电动苍鹰帮。A lot of lakes, for example, ban gasoline engines, and this is an alternative for them to enjoy adrenaline water sports in an eco-friendly way. 自2014年开始，Onia 就投入电动苍鹰帮的研发工作，靠充电电池。不止减少温室气体排出，也能让真爱冲浪的人自由伫海边、运河、甲湖内底享受冲浪的感受，也个未破坏生态环境。对环境友善、个环保的交通工具，也个太阳能露营车。荷兰安赫芬科技大学学生研发出以太阳能做动力的露营车，用电开车顶，拓展活动空间。透过太阳能帮吸收的电力，不只能提供给车，也更用伫车内露营小家电。So the roof is folded down. However, when you're standing still, you can imagine you need to stand inside to work, drive, or like to cook something, and that's why the roof comes up in total. 这太阳能车的设计兼顾机能甲机动性，伫日头尾时阵一天用驶730公里，相当于台北车头出发往返高雄车头也有村，因吸收这么侪太阳能动力，这是因为太阳能板的面积有够大。Additional solar panels will slid out on both sides to increase the solar panel surface up to 17.5 square meters. 最近研发团队9月中为荷兰出发，伫这个月15到西班牙上南边的都市塔里法了后，会去欧洲各地展示研发成果，也让各国民众看到实现永续能源的希望。公司新闻陈时东编译。来看天气今仔东北季风会豆豆减弱也毋过北部跟东北部早起嘛是会继续落雨，早暗会较凉冷日时温度就会慢慢回升，桃园以北甲宜兰大约是23、24度，其他的所在是会到30度左右。咱做回来看今仔详细天气的资料。感谢观众朋友收看今仔公司台语台早起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载同一时间咱再会。